那我们开始咯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这段时间，让关心我的朋友们担心了，然后很不好意思，很抱歉。那我相信大家都不好受，但是因为现在事情已经交给律师处理，所以我不方便多说一些什么。那现在我只想跟关心我的朋友们，还有你们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好朋友们，跟受到影响的人说声抱歉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那还有就是跟支持我的你们，还有跟我的家人朋友们说谢谢。有时候事情发生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你原本看不见的事情，那会很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还有这些鼓励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很对不起，然后也感谢你们。现在希望自己的情绪能够赶快平复。像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示范，希望就是自己的情绪可以赶快平复，回到工作岗位，带着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，带着我的初心，继续做我的工作，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，还要讨论跟我们生活有关的知识，健康知识、性知识、两性知识。那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， 我很喜欢这句话。那所有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让我更成长的养分。那我希望未来的自己会越来越好。那我也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尽自己的所能，把每一天有意识的过好每一天，让自己健康快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开始咯。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越来越好。好。